離婚正式生效嗰日，我喺灣仔間律師樓坐咗差唔多2個鐘。朝早11:47，代表我嘅葉律師將文件推到我面前。佢望住我，語氣平靜：詠珊，離婚絕對判令已經生效。物業嗰部分亦按之前嘅同意命令處理。將軍澳個單位歸你，由今日開始，你同梁先生喺法律上已經唔再係夫妻。我望住面前幾張紙，冇喊。5年婚姻去到最後就剩低呢幾張紙。我拎起手袋行出會議室，梁卓文已經企喺走廊。5年前佢跪喺西貢海邊向我求婚，話就算阿媽唔睇好佢，佢都會用一世證明自己。今日佢連望我多一眼都嫌浪費時間。電梯門一開，一陣香水味先飄過嚟。郭雅琪着住米白色貼身連身裙，個肚已經微微隆起，一隻手自然淡挽住卓文手臂，佢身後仲企住何美珍。呢個女人，我足足叫咗5年阿媽。何美珍一見我，第一句唔係叫我好好保重。佢伸手攔住我，慢住，有啲數今日講清楚先。我停低，忍唔住笑。我同你個仔啱啱正式離完婚，你仲有咩數同我計？佢攤開隻手，語氣理直氣壯。你阿媽5年前出事，私家醫院要按金，卓文即刻拎咗18萬出嚟。呢筆錢你唔係想辦，唔記得啊？我望咗卓文一眼，佢冇出聲，即係由得佢阿媽講。5年前，阿媽喺大埔遇交通意外，要入私家醫院做手術，嗰18萬的確係卓文主動墊資。亦正正因為嗰件事，阿媽先覺得佢肯喺緊要關頭幫手，最後點頭俾我嫁佢。但半年之後，我已經一筆過將18萬轉返俾卓文。銀行記錄到今日都仲喺度，我真係估唔到5年後何美珍竟然可以當冇發生過。我望住佢，筆錢我一早還咗。何美珍把聲即刻高咗，你話還就還啊。仲有間屋，嗰層樓本來係卓文俾首期，你憑咩成層攞走？雅琪而家有咗娘家骨肉，間屋第時係要留俾我個孫噶。郭雅琪摸摸個肚，扮晒體貼，伯母算啦。詠珊今日心情唔好，你唔好激親佢。嗰副善解人意嘅樣，我睇到胃都縮埋。3年前我第一次小產，嗰時13個星期，嗰晚我喺瑪麗醫院急症室流血，成張床單都染紅晒。我打極卓文，電話都冇人聽。第2朝我先知道佢同郭雅琪去咗馬爾代夫。卓文返香港之後同我講，佢係去見客，我信過。直到後來，我喺信用卡月結單見到一間度假酒店嘅生日晚餐，嗰日正正係郭雅琪生日。第2次懷孕之後，我已經盡量少返公司，留喺屋企休息。點知郭雅琪竟然拎住一盒補品上門，佢當住我面問卓文：上次喺東京嗰晚，你條頸仲痛唔痛啊？我當場成塊面白晒。何美珍唔單止冇叫佢走，仲鬧我大肚婆脾氣臭，叫我唔好喺客人面前失禮。我想行前一步問清楚，何美珍伸手推開我失平衡，成個人撞落櫃邊。嗰胎最後亦都保唔住。醫生同我講得好清楚，早期流產可以有好多原因，冇辦法單憑一下碰撞就認定係邊一件事造成。我冇屈任何人，但係我永遠記得，我做完手術返屋企嗰日，何美珍嫌我自費請陪診員同鐘點家務助理太浪費，擅自叫人第2日唔使再嚟。我身體仲未恢復，連落樓買碗粥都要自己去。佢甚至將我張覆診紙撕爛。佢話女人連個胎都保唔住，仲睇咁多醫生做乜？嘥錢。而梁卓文就坐喺飯台另一邊，
由頭到尾一句都冇幫我講過。今日同一個女人又企喺我面前，嫌我離婚攞得太多。何美珍指住我，許榮山，大家好來好去，你簽份補充文件，放棄公司嗰12%股份，再配合處理間屋，我就唔再同你追嗰18萬。我望住佢，幾乎以為自己聽錯。盛卓貿易12%股份係我婚後第2年做成2個大客，董事會正式批俾我嘅股權。5年嚟，內地、越南、新加坡嘅供應商係我一間一間跑，香港幾個大客係我一張單一張單傾返嚟。有一年公司現金流差啲斷，我連續3晚留喺觀塘寫字樓，逐張單逐筆數咁對，最後單係運費、倉租同重複入賬，就俾我執返100幾萬。到今日，佢哋竟然叫我全部放低，我冇理何美珍，只係望住卓文，你都係呢個意思。佢終於肯正眼望我，榮山簽啦，大家已經離婚。你仲揸住公司股份，將來董事會見面，大家都尷尬。我問邊個尷尬？佢皺起眉，我唔想再同你嗌。雅琪之後會入公司幫我，海外業務亦會交俾佢。你又唔熟投資，留住啲股份有咩意思？原來如此，離婚判令先啱啱生效，連我以前個位都已經有人等住坐。我正想開口，手機響，來電顯示得2個字：阿媽。我行去窗邊接聽，阿媽第一句就問：搞掂未？我答：11點47分正式生效。電話另一邊靜咗1秒，之後阿媽只係講：好，你而家唔使再同梁家啲人拗。翻盛卓，我望一眼手機，11點55分，啱啱8分鐘。阿媽再講，我啲律師已經到咗。我握住電話，隻手不自覺收緊。下一句，我成個人定喺窗邊。阿媽話：榮山，5年前嗰份股權保障協議今日正式啟動。我細細個已經知道，我阿媽許麗嫦唔係一個容易俾人呃嘅女人。佢後生嗰陣，由替廠家揾海外客開始做起，之後自己開進出口公司。我10歲嗰年，佢已經成日拖住2個行李箱周圍飛。但梁卓文一直以為阿媽半年前已經冇晒身家，因為半年前阿媽突然話心臟有問題。佢結束原本公司嘅營運，搬嚟何文田，住入一個細好多嘅單位。有次卓文問我：你阿媽以前啲錢呢？我照阿媽教我嘅講，做生意蝕咗好多，剩低嗰啲要留返睇醫生同養老。自嗰日起，何美珍對我嘅態度即刻唔同晒。以前每逢過節，佢仲識問一句：親家母幾時得閒出嚟食飯啊？後來佢直情當我阿媽透明。有一晚，何美珍以為我已經入房，我親耳聽到佢同卓文講：你外母而家都冇錢啦，你仲使乜就住榮山？雅琪識咁多有錢人，又話喺新加坡金融公司做過，點都醒目過佢啦。嗰一刻，我先真正明白阿媽點解要俾梁家以為自己破咗產。電話入面，阿媽叫我打開電郵。附件第1頁，我一眼就認得自己5年前嘅簽名。婚前，阿媽的確叫我同卓文簽過一大沓文件。嗰時我仲嫌佢太緊張，阿媽只係同我講過一句：我唔阻你嫁人。但係感情仲感情，生意一定要計清楚。直到今日，我先真正明白嗰疊文件有咩用。當年盛卓仲只係一間得10幾個人嘅小公司，卓文有客路，有諗法，但冇足夠資金。阿媽透過自己嘅投資公司注資680萬，換取34%權益。當時卓文話：
如果外母直接做公司大股東，俾人睇落好似食軟飯。最後經雙方律師處理，嗰批股份暫時登記喺卓文名下，但同時有相應嘅股份押記、回購安排同授權文件。當年我唔識，亦冇心機睇，但卓文自己有律師，每一頁佢都簽過。最重要嘅並唔係佢有冇第二個女人，真正可以令相關保障條款啟動嘅係公司啲錢。如果卓文利用公司資金向冇披露關係嘅人輸送利益、做假交易，或者嚴重違反自己對公司嘅責任，投資方就可以按協議處理嗰批受押記股份。婚姻出現嚴重問題，只係阿媽當年要求寫入嘅風險通知條件之一。真正致命嘅係卓文自己亂動公司盤數。過去大半年，阿媽嘅律師同會計師一直暗中核對相關資料。我忍唔住問，所以你病重嗰件事，阿媽已經接住答：身體檢查係真，破產係假。我只係退落嚟，等佢哋以為我乜都冇。我鼻頭突然一酸，點解你唔早啲話我知？阿媽靜咗幾秒之後，佢話：因為我要你自己決定呢段婚姻仲要唔要。如果我一早話俾你知，你一離開卓文就可以攞返公司控制權，你第時一定會問自己，當日究竟係因為忍夠咗先走，定係因為有錢攞先走？我冇出聲。呢種說話真係只有我阿媽先講得出。佢跟住再話，仲有一樣。你自己本身有12%，過去3個月，我哋同幾個想退出嘅小股東傾妥咗另外8%。今日朝早已經完成交易安排。我心口猛然跳咗一下，34%，加我自己12%，再加8%，合共54%。阿媽慢慢同我講，相關文件全部已經預先準備好。公司秘書同律師會處理登記。今日你唔好自己亂簽任何嘢，等程序完成，你控制嘅股份會過一半。盛卓最大股東唔再係梁卓文，係你。我握住手機，回頭望向走廊，卓文仲喺度同郭雅琪講笑。何美珍甚至已經打電話俾親戚，話今晚要訂酒樓慶祝雅琪有喜。佢哋完全唔知道盛卓已經變天。卓文見我收線，行過嚟，講完未？我等陣仲有董事會。郭雅琪笑住答嘴：今日董事會傾我入職，如果你想返公司收拾啲私人物品，可以一齊返去。我望住佢，好啊。佢明顯愣咗一下。你真係去。我將手機放返入手袋。你哋頭先唔係叫我返公司，當住啲董事免交代股份咩？咁我咪去交代咯。何美珍即刻精神晒，佢仲以為我終於復原。佢催卓文早啲聽話，咪唔使搞咁多嘢咯。一陣叫律師準備定文件，費事佢去到又反口，我差啲笑出聲。去到樓下，佢哋3個上咗卓文嘅車，我冇跟。葉律師安排嘅車已經喺另一邊等我。上車之前，我收到阿媽一個 WhatsApp 信息，佢寫得好短。去到唔使驚，你5年前開始替公司對過嘅每一筆數，今日全部有用。我收起手機，關上車門，直到嗰一刻，我先明白，原來我5年嚟留低嚟嘅唔只係傷。仲有一盤連梁卓文自己都未必睇得明嘅賬。盛卓喺觀塘一棟商廈租咗2層，公司由10幾個人做到80幾人，我幾乎係睇住佢一日一日大。會議室將12尺長台係我親手揀，牆上第一張1000萬營業額紀念相，卓文企正中間，我企最側。嗰時我完全唔介意，我真心相信兩公婆一齊打拼，唔使樣樣分你我，亦唔使計邊個企中間。今日諗返，只覺得自己傻。我返到公司時，董事會已經開始。
隔住玻璃門都聽到何美珍把笑聲。郭雅琪坐喺卓敏右邊，台面甚至已經擺咗一塊新名牌，上面寫住副行政總裁郭雅琪。卓敏企起身，同幾個董事介紹佢。雅琪之前喺新加坡做金融，對海外市場好熟。公司下一步要向外發展，唔可以再用以前嗰套，乜都淨係識慳。一個姓鄧嘅老董事即刻笑住附和，講得啱。以前榮山睇數睇得太緊，買盒釘書釘貴2蚊都要問半日。成台人跟住笑。郭雅琪低頭摸住個肚，笑得溫柔。我都係想幫卓敏，遲啲 BB 出世，大家始終係一家人，公司做好啲，都係為下一代。卓敏聽完更加得意，佢順勢講：另外，榮山原本持有嗰12%激勵股份，我會同律師研究點樣處理。我嘅意思係轉俾雅琪，當係我俾個小朋友將來嘅保障。台尾有個董事忍唔住提醒佢：梁生，嗰批股份係許小姐本人持有，唔係你話轉就可以轉喎。卓敏塊面即刻有少少難睇，佢只係講：我自然會處理。就喺呢個時候，會議室門突然打開，陳家樂抱住部平板電腦，急急腳走入嚟。佢跟咗卓敏4年，一向最怕卓敏黑面，但今日家樂塊面白到冇乜血色。佢行到卓敏身邊，梁生有急見。何美珍正捧住碗燉燕窩，佢即刻鬧：開緊董事會啊，有咩唔識等？你仲有冇規矩？家樂今次連望都冇望佢，佢盯住卓敏。公司秘書啱啱收到幾份正式通知。原先登記喺梁生名下，受押記安排約束嗰34%股份，相關處置程序已經啟動，成間會議室即刻靜晒。卓敏第一個反應竟然係笑，佢似乎覺得自己聽錯。你講乜嘢？家樂將文件投到大螢幕，佢再講，仲有3名小股東，合共8%股份。轉讓文件亦已經交俾公司秘書處理。卓敏即刻行前2步，邊個買？家樂吞咗一下口水。許小姐相關嘅投資公司。何美珍隻手一震，半碗燕窩倒晒，落件紅色旗袍。佢顧唔得抹，已經尖聲問：邊個許小姐啊？家樂冇答，因為會議室道門再一次打開。我行入去，跟喺我後面嘅係葉律師，另一位處理公司事務嘅律師，仲有2名會計及企業重組顧問。冇保鏢，亦冇人需要替我開路。但係佢哋手上嗰幾箱文件已經令成張董事台冇晒聲。我拉開一張椅，各位唔使停，頭先講到邊？郭雅琪塊面即刻僵住。何美珍反而第一個彈起身。許榮山，你離咗婚仲翻嚟做乜？我將離婚絕對判令副本放到台面。我頭先已經答過你，係你哋叫我翻嚟交接，我咪翻嚟咯。卓敏已經冇心機理我，佢指住熒幕問葉律師：嗰34%明明登記喺我名下，你哋憑乜喐？葉律師語氣一直好平靜。梁先生，5年前你簽署相關投資同股份保障文件時，有自己嘅獨立法律意見。依家我哋係按已簽文件發出通知同處理相關程序。至於公司資金流向嘅問題，亦已經交由專業人士核對。如果你對文件內容有異議，可以交俾你自己律師跟進。卓敏成個人定住。我第一次喺佢眼中見到真正嘅驚。佢記得，佢終於記得5年前自己究竟簽過啲乜。公司秘書隨即交代最新股份安排。我原有12%，另外8%嘅股份買賣安排已經完成，餘下受相關協議約束嘅34%，亦已按早已簽妥嘅文件啟動處置同轉讓程序。
按完成後嘅持股安排，我控制54%。一個姓馮嘅董事忍唔住問：即係許小姐會揸個半數股份？我望住佢，係，我將早已準備好嘅書面決議放到台中央，所以今日唔係郭小姐嘅上任大會。我望住郭雅琪，第一，我反對佢出任公司任何管理職位。跟住我轉向梁卓文，第二，公司已經發現多宗未披露關聯交易同不尋常付款。喺相關賬目查清楚之前，我要求董事會即時暫停梁卓文行政總裁職務，停止佢操作公司網銀、簽支票同批核付款嘅權限。卓文一掌拍落張台，許永山，你玩我？我望住佢，未，而家先開始。我向身邊嘅會計師點點頭，佢打開文件箱，最上面嗰份係一份368萬款項流向對照表，其中一部分資金去向正正牽涉大坑一個新樓盤，而嗰個單位嘅買家資料同郭雅琪有關。郭雅琪望到個地址，塊面一下變晒，原本一直護住個肚嗰隻手慢慢垂咗落嚟。大坑嗰個地址我一早見過。2年前，卓文同我講公司周轉緊，要我暫停分紅。同一個月，盛卓支付咗第一筆92萬嘅海外市場顧問費，收錢嗰間顧問公司註冊唔夠3個月，登記地址只係一間公司秘書服務商。但係之後1年半，盛卓前前後後向佢支付超過400萬。最初我問過卓文，佢即刻黑面。佢話做生意唔係樣樣都可以俾你知，你管好營運得唔得？財務同海外投資唔使你理。我冇再同佢拗，但所有經我手見過嘅公司文件，我都按公司程序做好電子存檔。唔係因為我一早諗住有日要報復佢，只係因為我做嘢一向係咁，一賬單差幾十蚊，我都會追到清楚為止。後來我慢慢發現，所謂海外顧問從來交唔出完整嘅工作報告，部分發票上嘅日期，甚至早過嗰間公司正式成立嘅日子。仲有幾筆錢先由盛卓付俾顧問公司，再轉去另一間有關聯嘅公司。單靠公司內部資料，我當時當然唔知道最後去咗邊。但去到阿媽嘅律師同法證會計介入，再將公司現有記錄、公開資料同可合法取得嘅文件逐樣比對，時間同金額就開始對得上。其中一部分同大坑單位嘅首期及裝修付款時間高度吻合，另外亦有資金同一架過百萬跑車有關。嗰架車嘅登記車主唔係卓文，係郭雅琪。我將一沓公司付款批核記錄放到台面，我望住卓文過去3年暫時揾到有問題需要進一步解釋嘅支出，大約560萬。包括顧問費、海外拓展費、差旅開支同2間實際服務內容成疑嘅供應商。郭雅琪即刻反駁：你屈我架車係自己買嘅，同盛卓有咩關係？會計師冇同佢嗌，佢只係揭開另一份文件。郭小姐，資金來源你可以透過自己代表解釋。我哋目前只係按公司賬目、付款資料同可以核實嘅文件指出有關疑點，最後點樣定性，唔係我哋喺呢張台度話咗算。卓文雅閣已經開始出汗，佢咬住牙講：公司係我創立，我做行政總裁，我有權決定啲錢點使。我望住佢：你做行政總裁，唔代表公司戶口係你私人銀包。況且呢間公司由頭到尾都唔止你一個股東。何美珍突然推開張椅，佢指住我鼻尖，講到尾咪又係錢。你哋母女一早計住我個仔啫嘛，冇我個仔，盛卓會有今日。你而家見間公司值錢就返嚟搶。
我本嚟想問佢，咁我呢5年做過啲乜？但係到今日已經冇需要同佢爭。我叫嘉樂打開另一份銷售資料，公司5年嚟最大嗰14個客戶，有9個最初係經阿媽舊有人脈引薦。我自己由頭跟到尾嘅訂單，單計毛利已經超過800萬。公司第一次重新安排倉務係我去傾，第一次同越南廠簽長約係我飛過去，運費最亂嗰段時間又係我同貨代續票重新計。以前何美珍成日同我講，女人嫁咗人就要識幫自己老公，我幫過。而且真係幫咗好多年，只不過幫到最後，連自己做過啲乜都冇人再當一回事。卓文慢慢坐翻低，過咗一陣，佢把聲忽然軟晒。詠珊，我哋出去傾。夫妻5年，冇必要做到咁盡。我聽見夫妻5年呢幾個字，心口竟然仲係痛咗一下。唔係捨不得佢，係嬲自己以前等呢句說話，等咗咁耐。第一次小產出院嗰日，卓文夜晚11點幾先返屋企。我問佢點解唔聽電話，佢除低手錶，只係話有客喺外地，我走唔開。後來我先知道，嗰晚佢陪郭雅琪食生日飯，第2次失去個胎，我成晚瞓唔着。出院後，我身體虛弱，原本自費請咗幾日陪診員同鐘點家務助理。何美珍嫌貴，自己叫人唔使再嚟，我連煲餐粥俾自己食都冇力。卓文知道之後，只講過一句：阿媽慳慣，你遷就下佢啦。原來夫妻5年呢幾個字，佢一直識講，只係以前唔捨得講俾我聽。我望實卓文，我喺醫院等你嗰2次，你有冇記得夫妻5年？佢嘴唇喐咗喐，冇聲。我繼續講，你阿媽撕爛我覆診紙，你企喺旁邊。郭雅琪上我屋企示威，你話係我太敏感。而家你自己出事，先叫我念舊。我搖搖頭，遲咗。何美珍突然衝過嚟，伸手想搶我面前嗰疊文件。葉律師身邊個同事即刻將文件收走，我冇碰佢，只叫接待處通知大廈保安上嚟。何美珍一聽到保安2個字，索性坐落地，佢一邊拍住大作，一邊嗌：大家嚟睇客啦！做新抱做到離婚，轉個頭就翻嚟搶家婆身家呀！以前只要佢一喊一鬧，卓文就會叫我讓。今日成台董事冇一個人幫佢講說話，因為台面嗰500幾萬移民，人人都睇到。就喺呢個時候，陳家樂手機響，佢行出去聽咗一陣，翻入嚟嗰時，佢第一眼就望向卓文。梁生，警方到咗。卓文猛然抬頭。我冇再出聲，因為早喺2星期前，我同阿媽嘅律師整理好第一批會計資料之後，已經正式報案，警方一直有跟進。今日佢哋上嚟要見嘅，亦唔止梁卓文一個。郭雅琪似乎終於明白發生咩事，佢一把捉起手袋，轉身就向門口行。郭雅琪行到門口，自己停咗落嚟，唔係保安拉住佢。係因為2名便裝警員同1名制服警員正由接待處行過嚟，其中1名警員先出示證件，再確認梁卓文同郭雅琪身份。警員語氣平靜：梁先生、郭小姐，我哋而家調查一宗涉嫌利用虛假交易轉移公司款項嘅案件。根據目前資料，依家需要拘捕你哋返警署作進一步調查。你哋可以聯絡自己嘅律師。卓文塊面一下灰晒，佢第一句就係：我要揾我律師。警員點頭，可以，相關安排會按程序處理。郭雅琪突然攬住個肚，佢把聲一下尖起：我有咗㗎，我係孕婦，你哋唔可以亂嚟。警員望住佢：如果你身體有任何不適，講俾我哋知，
我哋會安排醫療協助。郭雅琪張開口，最後冇再講落去。由頭到尾，警方都冇因為我係大股東就聽我指揮。呢單案更加唔係我打一個電話就可以叫人上門拉走邊個。早喺警方接到第一批資料之後，已經向公司了解過付款流程，亦接觸過部分職員。公司可以做嘅只係保存資料，同警方需要時配合。點樣查到邊，最後有冇足夠證據採取進一步行動，全部唔到我話事。卓文忽然轉過頭，佢望住我，眼神完全變晒。榮山，間公司你要就俾你，層樓你都攞咗，大家5年夫妻，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搞？我望住佢，唔好再搞。500幾萬係公司嘅錢，唔係你同我兩公婆關埋房門話算數就算數嘅家用。你叫我點樣唔搞？佢仲想講，警員已經請佢跟住行。嗰日梁卓文同郭雅琪被帶返警署，警方按程序錄口供同作進一步調查。兩人其後獲准保釋候查，並需要按指定日期再返警署報到。件事遠遠未完，反而係由嗰日開始先真正入正題。3日後，我正式返盛卓主持管理層會議。第一件事唔係換招牌，更加唔係急住將梁卓文啲人全部踢走。我先停晒所有疑問嘅付款，再叫財務逐間供應商核對合約、工作記錄同發票。第二件事就係請獨立法證會計團隊重新查過去3年賬目。去到第6日，查到郭雅琪一個親戚，其中一間收取市場顧問費嘅公司幕後實際控制人同郭雅琪有親屬關係。呢個資料一出，原本話自己只係收卓文送禮物嘅郭雅琪解釋就越嚟越多。再過2日，葉律師通知我，有個男人主動揾佢。嗰個男人叫鍾浩然，30出頭，做活動製作。我第一次見佢係喺律師樓細會議室。佢坐低之後，第一句就問郭雅琪係咪一直同梁卓文講個 BB 係梁卓文嘅？我冇答。葉律師亦叫我唔好急住講。鍾浩然自己拎出手機。佢同郭雅琪嘅 WhatsApp 對話好多，單靠幾張截圖當然證明唔到全部事，所以葉律師第一時間提醒佢保留原本手機原始信息同相關記錄，唔好自己亂刪，亦唔好周圍轉發。但係其中幾段語音我一聽就認得郭雅琪把聲，其中一段佢對鍾浩然講：你唔好再揾我啦。卓文而家已經信個 BB 係佢，你再搞事對大家都冇好處。另一段更加直接，等我拎到公司個位同啲股份先，之後嘅事我自然識處理。鍾浩然話佢同郭雅琪斷斷續續拍拖接近1年，郭雅琪最初知道自己懷孕，曾經同佢講過個 BB 有可能係佢，但冇幾耐，郭雅琪突然反口，叫佢以後唔好再出現。除咗信息，鍾浩然亦保留咗2人見面、酒店消費同部分金錢往來嘅原始記錄。我聽完之後，冇即刻下任何結論。我唔係醫生，更加冇可能單靠幾段錄音就知道 BB 親生爸爸究竟係邊個。但至少有一樣已經好清楚，郭雅琪一直掛喺口邊嗰個梁家骨肉，根本冇佢講得咁肯定。消息最後點樣傳到卓文耳邊，我唔知道，只知道佢保釋後第2個星期，佢個律師要求同葉律師見面，我冇去。卓文留咗一段錄音俾我，一開頭佢足足靜咗10秒，之後先聽到佢把聲。榮山，雅琪個 BB 可能根本唔係我嘅。我聽到呢度直接撳停。阿媽坐喺我對面飲茶，佢抬起眼問：唔聽埋？我刪咗段錄音，冇必要。阿媽冇再問，我心裏邊其實好清楚。
以前卓文揀郭雅琪根本唔係因為個 BB， 佢同郭雅琪糾纏嗰陣，個 BB 都未出現。佢只係想要一個令自己覺得更新鮮、更風光、帶出去更有面嘅女人。個 BB 只係後來多一個俾佢踩低我嘅理由。今日呢個理由爛咗，唔代表以前發生過嘅事可以當冇發生。當晚我放工落到公司樓下，就見到何美珍。以前每次見我，佢條腰挺到直一直，今日一見我出嚟，成個人即刻撲過嚟。詠珊，我俾人呃㗎。我停低，佢眼濕濕啖捉住我衫袖，係郭雅琪嗰個女人呃我哋。你返嚟啦，我即刻掉晒佢啲嘢。我以後唔會再俾佢入娘家門。我低頭望住佢隻手，然後一隻手指淡拉開。我叫佢何太，佢成個人一震。5年嚟，呢次係我第一次唔再叫佢阿媽。我望住佢，你撕我覆診紙嗰日，郭雅琪仲未有 BB。你話我保唔住個胎，唔配做娘家新抱，亦係你自己把口講。所以唔好到今日先將所有嘢推晒落郭雅琪身上。你自己做過啲乜？我記得何美珍塊面一寸一寸白晒。何美珍真正開始驚係收到律師信嗰日，佢一直以為公司出事最多係卓文做唔返行政總裁。過一排，等件事靜落嚟，始終仲有樓、有錢、有地方住。但係法證會計一路查落去，問題越嚟越多。卓文唔單止涉嫌用公司錢供養郭雅琪，佢自己仲借過幾筆私人貸款，其中一筆何美珍竟然做咗擔保人。點解佢會簽？因為卓文當時同佢講：阿媽，生意周轉啫，簽個名就得，好快還。何美珍連內容都冇睇清楚就簽咗。最諷刺嘅係，5年前我每次叫佢唔好亂簽文件，佢都話我黑心，驚佢個仔有錢，想管住娘家。如今第一個向佢追訴嘅根本唔係我，係債權人。至於佢一直住緊嗰層九龍塘單位，亦冇可能好似電視劇噉，幾個人上門貼張紙就即刻變成冇咗。物業部分業權喺卓文名下，之前亦做過融資抵押。公司透過律師提出民事追討，其他債權人亦按自己手上嘅合約採取法律程序。法院其後因應申請同相關資料，對部分資產作出限制處置嘅安排。之後係申索、抗辯、處理抵押，再一步一步跟程序行。何美珍收到文件嗰日下晝，拎住成疊紙衝上公司。我正同新財務總監開會，佢連門都冇敲就闖入嚟。許詠珊，你係咪想逼死我？佢將成疊文件掟落我張台。間屋係我住㗎，你有咩資格喐？我望一眼地下啲紙，連執都冇執。文件寫得好清楚，追討梁卓文資產嘅唔止公司，你有咩唔明？揾你自己律師。何美珍氣到塊面發紅，佢突然伸手想將我面前杯水潑落地，我一手捉住佢手腕。5年前遇到佢發癲，我會縮。今日冇，佢咬住牙，壓低聲鬧我：你一個落過2次仔嘅女人，搞到自己咁惡，以後邊個男人敢要你？我望住佢，嗰一下，我真係好想一巴掌打落去。5年嚟嘅委屈，一下全部湧返上嚟。我隻手甚至已經抬起，但停咗2秒，我慢慢放低。何美珍以為我驚。佢嘴角啱啱一扯，我已經撳內線叫保安。我望住佢，我今日唔打你，唔係因為我怕你，係因為我唔想為咗你留低一份傷人案嘅口供。你唔值得。保安入嚟請佢離開時，佢一路鬧。我企喺辦公室門口，聽住佢把聲一路遠，突然間成個人靜晒。原來真正出嗰口氣，
未必要靠一巴掌。一個以前可以隨時羞辱你、控制你、逼你讓步嘅人，到今日已經再冇能力左右你。對我嚟講已經夠。公司足足清理咗2個月，我冇一上場就炒晒所有舊人。有啲董事以前成日附和卓文，甚至當面踩過我。但只要工作上冇違規，亦冇參與啲有問題嘅交易，我照樣俾佢哋留低。真正被停職或者解僱嘅，係幾個明知單據有問題，仍然幫手批核，甚至事後補文件嘅管理層。陳家樂亦留低。有一日，佢入我辦公室，小心翼翼地問：許總，我以前係梁生助理，你真係唔介意我留低？我笑咗笑。我問佢：你以前係幫公司做嘢，定係幫邊個姓梁嘅做私人嘢？家樂諗咗一陣，幫公司。我點頭，咁咪得。第3個月，股東正式通過公司改名安排，相關手續完成之後，盛卓呢個名成為歷史。公司新名叫遠程貿易集團，遠字係阿媽揀，程字係我揀。我想做嘅其實好簡單，將以前亂咗嘅賬一筆一筆澄清，將公司重新拉返正軌。警方調查亦一直繼續。郭雅琪聲稱所有款項都係卓文安排，佢話自己只係接受男朋友送嘅禮物，唔知道啲錢最後嚟自公司。卓文另一邊就話，部分顧問服務的確存在，只係公司文件管理混亂，唔代表啲交易係假。兩邊開始互相推。警方再向公司索取原始賬簿、伺服器備份、付款記錄同相關職員資料，幾名供應商亦先後協助調查。公司內部法證會計完成嘅報告，亦按法律程序交俾需要處理嘅專業人士。件事冇1個星期完，更加冇1個月就判刑，差唔多半年之後，案件先進入另一個階段。律政司按警方調查所得同證據情況，決定提出檢控。由頭到尾，卓文同郭雅琪面對嘅法律問題，都唔係因為婚外情。香港冇人會因為搶人老公就俾警察拉。真正要交代嘅，始終係公司資金涉嫌虛假交易同相關文件。呢段時間，郭雅琪個肚亦越嚟越大。孩子出世之後，鍾浩然透過自己律師處理親子問題，嗰啲係佢哋之間嘅私人事情，我冇參與。再過一段時間，我收到卓文一封由律師轉交嘅信，我先知道佢最終已經確認個孩子唔係自己親生。信最後，卓文寫咗一句：詠珊，我到今日先知邊個先係真心對我。我睇完之後，將封信放入碎紙機，機器一開，張紙慢慢變成一條一條。陳家樂啱啱企喺門口，佢望一眼碎紙機，梁生又想見你。我點頭，家樂再問，咁你見唔見？我望住窗外，下個會幾點？3點半，我睇一眼時間，咁準備開會啦。卓文終於明白，邊個對佢真心係佢自己嘅功課。我唔負責教，由我收到離婚絕對判令到卓文案件有判決，中間隔咗14個月，足足14個月，唔係10日，更加唔係一場董事會之後，所有做錯事嘅人第2潮就全部得到報應。現實冇咁快，但現實有一樣好公平。你動過嘅錢、簽過嘅文件、做過嘅事，總有一日要有人交代。案件處理期間，我去過法院幾次，唔係為咗睇卓文有幾慘，係因為遠程係受影響嘅公司，有文件要處理，有職員要作供，亦有公司法律代表需要配合程序，案情一步一步行，證據一份一份呈上，最後法庭按涉款、證據、各人參與程度同其他相關因素作出裁決同判刑。
梁卓文涉及公司資金嘅嚴重不誠實行為，被裁定罪成，判監多年。郭雅琪就自己參與嘅部分交易同文件，同樣被裁定需要負上刑事責任，最後亦被判監。法官宣讀結果嗰刻，卓文回頭望咗一下，我坐喺後排，冇喊亦冇笑。我只係突然諗起5年前嗰陣，盛卓仲好細。有晚我同卓文做到11點幾，兩個人落樓去觀塘食車仔麵。嗰時佢同我講：詠珊，等我有一日揾到錢，我一定唔會再俾你咁辛苦。我信過，所以去到今日，我都唔會同自己講嗰5年全部係假。至少我當年嘅真心係真。我陪過佢捱，陪過佢捱到公司出糧都緊張嘅日子。只係人後來變咗，呢個亦係事實。至於郭雅琪、鍾浩然同個孩子之間最後點樣相處，我冇再問。我唔恨個小朋友，大人做錯嘅事冇理由要一個細路負責。何美珍嘅日子就再冇以前咁風光。九龍塘個單位經過一段時間嘅債務同法律程序，最後需要出售，用嚟處理抵押同部分債項。冇人一夜之間將佢掟出街，佢有時間揾律師，有時間了解自己仲有咩權益，亦有時間安排搬走。最後我聽講，佢租咗深水埗一個舊樓單位。以前佢成日同人講自己個仔係行政總裁，住九龍塘，去飲茶都要嫌人張台唔夠大。而家嗰啲說話已經冇人再聽。我真正再見到何美珍係幾個月之後。嗰日我同阿媽由公司落樓，何美珍就企喺馬路對面。以前最中意住大紅衫、戴住2隻金台嘅女人，而家瘦咗一大截，頭髮白咗好多。佢一見到我就急急腳想衝過嚟，大廈保安即刻攔住佢。詠珊，佢嗌到把聲都沙，你幫我同卓文個律師講啦，你救下佢啦。大家始終一家人一場，你唔可以睇住佢一世就咁毀咗噶。我隔住幾步望住佢，何太，我救過。佢哀咗一下，我慢慢講落去。5年前我幫佢跑客、對賬、揾資金。公司現金流差啲斷，我救過佢。第一次呃我俾過機會，第2次我都仲諗住保住頭家。我停咗一停，但你哋帶郭雅琪入我屋企，當住我面嫌我冇仔生嗰日，我已經救唔到。何美珍啲眼淚即刻跌落嚟，佢不停點頭，我知錯啦，我真係知錯啦。我望住佢，搖搖頭。你唔係今日先知自己做錯，你係去到今日先知道原來做錯咗係要有後果。保安問我要唔要報警，我話唔使，只要何美珍唔再騷擾我，就由佢走。我同阿媽上車，車門關上之後，何美珍將聲慢慢隔喺外面。阿媽坐喺我旁邊，忽然問：仲嬲唔嬲？我諗咗一陣，有時會。阿媽點頭，正常。我望向窗外，不過而家唔想再諗。阿媽笑咗笑，呢個仲正常。遠程重新整理業務之後，第1年營業額冇突然翻幾倍，甚至因為斬走幾間有問題嘅供應商，頭幾個月生意仲跌過。但係公司啲數清楚咗，現金流慢慢穩定，客戶續約率亦一啲一啲升翻。以前靠人情接翻嚟嘅生意，我重新用正式合約同服務留住。我冇再做任何人背後嗰個賢內助。我坐翻董事會張長台，不過今次我坐正中間。我辦公室門口塊牌寫住自己個名：許詠珊，董事總經理。有日下晝，阿媽拎住2杯咖啡入嚟，佢身體其實一直冇大病。半年前嗰次檢查，只係發現心率有啲問題，需要定期復診。所謂破產，係佢故意退出原本嘅生意圈，再重新安排自己部分資產。
我到今日諗起，仲有少少嬲。我望住佢，你知唔知你嗰場戲做得幾真？嗰陣我真係驚你連睇醫生啲錢都冇。阿媽飲咗啖咖啡，所以我咪坐喺度俾你鬧咯。我忍唔住笑，笑完之後，我突然問佢：阿媽，如果嗰半年卓文冇變呢？佢抬起眼。我繼續問：如果佢知道你冇錢之後，仲係好好對我；如果佢冇喐公司啲錢，亦冇同郭雅琪搞埋一齊，你係咪真係唔會喐嗰份協議？阿媽連諗都冇諗，會。我一愣，佢放低咖啡。如果佢一直對你好，公司盤數又乾淨，我做乜要喐？我當年留條後路，唔係等住佢跌落去，係驚有一日，萬一佢真係推你落去，你仲有地方企返穩。我望住杯咖啡，好耐冇出聲。以前我以為婚姻最重要係忍，兩個人一齊生活，一定有一個行前一步，有一個退一步。呢句本身冇錯，但我錯在退咗5年，退到後面明明已經冇路，我仲以為再退一步就可以保住個家，到最後我先明。如果一段關係一定要其中一個人越縮越細，先可以容得低另一個人，嗰個地方根本唔係屋企。離婚第15個月，我同阿媽終於放咗一個長假。呢次真係唔帶工作，唔約客，唔見律師，亦唔再講娘家。我哋去瑞士坐火車睇雪山。出發嗰朝，車由將軍澳駛出去。阿媽坐喺我旁邊，忽然問：返嚟之後第一件事做咩？我下意識打開平板電腦，遠程下1年度嘅海外計劃仲喺畫面。我答：見2個歐洲客。阿媽即刻瞪住我，假都未開始放，你又講生意。我忍唔住笑，乖乖熄咗部機。得，唔講，駕車繼續向前。駛入隧道之前，我最後望咗一眼後鏡，一棟一棟大廈慢慢向後退。5年前，我嫁俾梁卓文嗰陣，以為自己人生最好嘅身份就係梁太。5年之後，我先真正明白許榮山呢3個字本身已經夠。我伸手拖住阿媽，前面嘅路仲好長，但今次我唔再跟住任何人行。